受到锋面甲西南风的影响，台南今仔日是落大雨，伫个仁德民安路两段受部分路段积水，一直到早起10点外才总算消退。另外，伫个高雄昨暗的雷公雨是有徛加这冷气去，雷公卡着导火。中山大学的宿舍也有房间淹水，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波雨势会一直到明仔载，所以提醒中南部民众要注意天气。 路林水淹15公分，26透早台南继续落大雨，造成仁德区民安路2段淹水，一直到10点外才慢慢退去。大雨后台南部分路段有积淹水，每摆落雨就定定积水的小东地下道，清洁人员无好清理排水沟挂顶悬的树叶，加上抽水机才无淹水。但这波降雨恐惊会继续到27、拜六。受到锋面还有锋面前缘西南风的影响，天气仍旧是比较不稳定。 尤其从昨天晚上，其实在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情况就非常的明显。我们预估在今天一直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，还是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。连两天的大雨造成南部部分灾情，高雄中山大学宿舍人员26透早嘛无用清理露台，瞬间下太大，或者是排水孔被堵住。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一箱书，这纸箱有湿掉，就纸箱而已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是还好啦，但是还是有淹水啊。 工作人员无用摒积水，25暗时的大雷雨，造成中山大学部分宿舍房间甲露台因为未赴排水等原因积水。中山大学会室咧表示，已经派人检查并清理，确保宿舍排水有通。但学生表示，这不是第一摆。如果是下大雨的话，我们楼梯间基本上都淹水。唔拿这淹水，25暗时消防嘛紧急出动，三明区一间徛家的冷气因为雨雷降着，一直出现乌烟，消防接到通报到场拍火，加在厝主发现了后有走出来，无人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